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3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第9节，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6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生活。伫咧面对明仔载，也是咱讲面对新的未知的日子，咱拢需要有信心。因为若无有够硬的信心，人生的道路就行袂落去。但是有信心的话，就算是有困难。就算是看袂到将来会怎样，但是犹原会通坚定的来往头前行，继续努力来达到胜利的地步。前无偌久，这个乌克兰的总统Zelensky 伊受邀请去访问美国。并且伫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说，伊受到真正热烈的欢迎甲鼓掌。但是回想过来，几个月进前，这个苏俄开始出兵攻打侵略乌克兰的这个初期的时阵，国际社会并无看好乌克兰。甚至有西方的国家领袖认为，这个 Zelensky 有可能会亲像Afghanistan 的这个总统同款流血安尼啦吼。但是迄一天 Zelensky 总统伫美国国会演讲的中间，却是安尼讲：到落尾，阮总是会赢，会得到胜利。伊为什么遮尔有把握？因所面对的是全世界第2大的军事强国苏俄。除了西方的国家，特别是美国真正是无有长暂的军事援助以外，其实更较重要的就是因伫战争的一开始就展现着极其强大的信心，因为因的总统展现着信心，也互因全国的人民会通稳定落来，渐渐也会赢取着全世界民主阵营国家的认同甲支持，就是所谓的自助者认助。后来就转变成做自由民主国家咧对抗极权恶霸国家的战争。以赛亚先知所面对的以色列人是受苦的第一境况的下面，因是无有仰望的人，但是以赛亚先知甲以色列人讲，因是要得到胜利啊！伊讲，迄一天人民要伫犹大地来唱这首歌，阮的城是遐尼坚固，上帝亲自防守这个城，拍开城门互正义的国家入来，互忠心的人民入来。上主你将完全的平安赏赐予意志坚定的人，赏赐予信靠你的人，来永远信靠上主。伊时刻保护咱，伊互骄傲的人谦卑，伊摧毁坚固的城，互坚固的城墙成做趴园。受压迫的人要行伫这个废弃的城顶悬，
送养的人被吞达倒去的城墙。公义的上主啊，你互公边的人行平坦的路，你互正直的人行大路。上主啊，阮听候你跟对你的旨意，你的名甲威望是阮的心灵的仰望。伫暝间我找求你，我全心全意渴慕你。当你审判全世界时阵，万民就知什么是正义。就安尼情形，就描写着乌克兰的情景共款。真类似，所以掠做家己是非常强大，因派出咱咧讲的地球顶悬上强的 tank 去侵入着乌克兰，但是却一代搁一代受着毁灭，或者是讲受掠。就对军人来讲，乌克兰的军备虽然比袂起苏俄的武器装备，但是因却有一大群意志坚强的军人甲人民。安尼比较之下，咱看迄个骄傲的统治者，配着完全状况外的军事兵，这场的战争就亲像以赛亚先知所形容的：上主啊，你将完全的平安赏赐予意志坚强的人，赏赐予信靠你的人，就爱永远信靠上主，伊时刻保护阮。伊互骄傲的人谦卑，伊摧毁坚固的城，互坚固的城墙成做拍远。受压迫的人就要行这个拍远的墙顶悬，送养的人要吞下倒去的城墙。得成吗？安尼咱所挖靠的是啥物？诗篇20篇的经文安尼讲着：现在我知，上主将胜利赏赐予伊所立的君王，对着伊圣悬的天来应答伊，用伊大气力，互伊来得胜。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阮却是挖靠上主，阮的上帝。基督徒必须爱追求一个真真正正信心的生活，亲像希伯来书所甲咱讲的，信就是看见迄个看袂到的事实的证据，勇敢努力来向前。保罗互哥林多教会的劝勉讲着：因为安尼，阮将来袂累志。虽然阮伫外在的身躯渐渐来衰败，但是阮内在的性命却是日日来更新。阮所遭受的这短暂的痛苦，是要为着阮带来无通比拼永远的荣耀。阮并毋是无关心看见的事物，乃是关心看袂到的事物。看到的是暂时，看袂到的是永远。面对目前的困境，无需要来累志，无需要来担忧，因为咱有上帝成做咱后壁的支持。互咱看见伊将来永远的荣耀，互阮得到看靠来得胜。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是日日来更新的生命，忍受短暂肉体的痛苦，因为上帝要赏赐的是无通比拼、永远存在的荣耀。诗篇20篇。愿上主伫患难的日来应答你，愿雅各的上帝囥伫悬的所在来保护你。
愿伊对圣所来帮助你，对色安来扶持你。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在，接纳你的烧化者。愿伊照你的心所爱赐予你，成全一切的计划。阮袂因为你的得胜唱歌，阮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。但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圣的天来应答伊，用伊正手的气力，予伊大胜利。有人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毋过阮只有要看靠上主，阮的上帝的名。因的天使倒落去，阮的太阳徛在在。上主啊，求你予阮的王胜利。阮求的是求你来应阮。诗篇20篇，对上主伫你受难的日子还佫顾念你。愿雅各的上帝来保护你。愿伊对圣殿来援助你，对锡安山来支援你。愿伊接受你所献的供物，欢喜你的烧化者。愿伊成全你的心愿，成就你的一切。安尼，阮就会为着你的胜利来欢呼，颂赞阮的上帝，庆祝你的凯旋。愿上帝成全你所求的一切。现在我知上帝也将胜利来赏赐，予伊所立的王，对伊圣官天来应答伊，用伊大宽能的力来予伊得胜。有人倚靠车，有人倚靠马。阮却是倚靠上主，阮的上帝。阮要看见因受拍败扑倒，阮却坚定不移。上主啊，求你予君王得胜。阮呼求的是求你来应答。伫末后未知的将来，上帝过去3年伫疫情的侵略的下面。阮面对黑暗的前路，感谢上帝怜悯阮，予阮会通借着信心来专心倚靠恩情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